年10月8號，你收聽緊嘅係阿華網頁，我係阿華，為你報道今個星期嘅同志新聞。最近，美國國會前眾議員共和黨議員馬克·福利寫電子郵件性騷擾未成年嘅國會侍從官一事被傳媒加以炒作，聯邦調查局亦都介入調查㗎。就喺各種議論滿天飛嘅時候，福利3號透過律師首次承認自己係同性戀者，並且披露佢喺少年嘅時候曾經被一名牧師性騷擾，而佢同時亦都否認係戀童癖嘅講法。福利嘅代表律師表示，福利係喺酒精嘅影響下邊先至會發出呢一個色情嘅電子郵件，而家係接受緊治療㗎，但係強調福利係冇同成年人有唔適當嘅性接觸。52歲嘅福利原本係美國國會嘅眾議員，亦都係佛羅里達州嘅共和黨領導層之一，而更加係美國眾議院失蹤同埋受虐兒童小組會議嘅主席。但係最近美國廣播公司就爆出驚人嘅消息，表示福利響05年8月嘅時候，向一名共和黨議員工作嘅16歲男侍從官發出多封涉嫌性騷擾嘅電子郵件。國會嘅侍從官係美國國會嘅傳統專案之一，源自19世紀，為高中生提供課後或者係暑假到國會大廈實習嘅機會。對於傳聞，福利嘅助手起先係否認㗎，但係當有關嘅電子郵件被傳媒公佈之後，9月29號嘅時候，福利已經係宣布辭去眾議院嘅職務㗎啦。到10月1號嘅時候，聯邦調查局亦都已經證實介入調查福利嘅性騷擾案件，將會了解已經辭職嘅福利係唔係違反咗聯邦嘅法律。而到10月3號嘅時候，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對福利嘅性騷擾案件發表咗公開嘅評論，佢表示對福利嘅所作所為感到厭惡，亦都為福利動搖咗公眾對佢嘅信任感表示失望。有評論就指出，福利嘅事件將會影響到共和黨嘅選舉前景㗎。呢個係阿華網頁嘅綜合報導。美國加州第一區上訴法院5號以2票對1票嘅裁決，維持加州禁止同性婚姻嘅法律。有關嘅裁決對推動同性結婚嘅運動者嚟到講將會係一大嘅挫折，但係佢哋已經表示將會繼續上訴到加州嘅最高法院。而紐約同埋華盛頓州先前類似嘅案件亦都係被擊敗㗎。上訴法官表示，加州禁止同性結婚並唔構成歧視男女同性戀者㗎，因為加州目前有同居伴侶嘅法案，給予登記嘅伴侶大多數同結婚夫妻相同嘅權利㗎。呢個係美聯社嘅報導。加拿大雖然響舊年嘅時候立法承認咗同性嘅婚姻，但係隨住政權嘅輪替，呢一項爭議嘅話題始終係響國會裏邊揮之不去㗎。環球郵報就報導，保守黨嘅政府有可能重新提案辯論同性婚姻合法化，又或者係提出一個新嘅議案去立法保護法官拒絕為同性戀者證婚嘅權利，又或者係宗教領袖批評同性戀行為嘅言論自由。保守黨響今年1月大選前曾經係承諾，如果係當選嘅話，將會響國會裏邊提出議案，建議重新辯論同性婚姻合法化嘅呢一件事務，並且開放各個黨派嘅議員自由咁樣投票。如果獲得通過嘅話，該黨即會有權再重新提案去廢除同性嘅婚姻㗎啦。而一般嘅預期，該黨將會喺秋季嘅會期中提出新嘅辯論案。不過由於係多數在野黨嘅反對派反對呢一項嘅辯論，呢一項提案被腰斬嘅機會係相當高㗎。呢個係台灣中央社嘅報導。英國嘅一間俱樂部最近就舉辦咗男同志嘅選美。23歲西約克郡警察卡特憑住制服同埋內褲嘅環節，擊敗咗25名嘅對手，奪得英國最性感嘅男同志冠軍。全場50多名嘅同僚齊聲歡呼，佢將會贏得大約係73,000港元嘅獎金。卡特表示參賽係想挑戰公眾對男同性戀者嘅傳統睇法㗎。呢個係英國太陽報報導。
今年6月負責翻譯歐洲人權手冊波蘭語版本嘅政府人員最近就被波蘭政府撤職㗎。波蘭教育部長表示，呢一本波蘭語版嘅歐洲人權手冊內容有唔妥當嘅地方。佢表示，手冊裏邊同性關係等同於男女婚姻關係，並且宣傳同性戀價值嘅地方係唔恰當㗎。響波蘭境內嘅人民大多數係天主教教徒，而該國嘅前總理亦都係曾經形容同性戀係唔自然嘅行為。而歐洲保障人權機構已經係要求波蘭盡早解釋點解將翻譯歐洲人權手冊波蘭語版本嘅官員撤職㗎啦。而該機構同時亦都係擔心波蘭歧視同性戀嘅行為。而早前波蘭嘅同性戀團體亦都係經常指責波蘭嘅官方係歧視佢哋嘅權利㗎。呢個係 BBC 中文網嘅報導。新聞報導完畢。如果你需要查詢更加多嘅同性戀新聞嘅話，歡迎瀏覽阿華網頁。我係你嘅新聞報導員阿華，下個星期再見，拜拜。